今次同朋友嚟到華南酒店雍容匯活波龍青龍自助餐，一入場就以公主王子式歡迎我哋，超大個魚缸放滿活海鮮，海鮮種類都超級多㗎，有鮑魚、聖子、麵包蟹同埋羅氏蝦等等，手掌咁大嘅生蠔同埋巨型蟹腳，樣樣都想食。當然要試下呢度嘅招牌活撈龍蝦，洗切1分鐘即刻上台。我就揀咗清蒸8分鐘就食得。龍蝦肉雪白，食落口感爽彈。除咗海鮮，仲有刺身、肉類、菇類同埋我最中意嘅 Parma ham。呢度仲有好多高質水果，甜品又靚又好味，啱晒打卡。食到一半仲有跳舞表演助興添。任食活龍蝦200加海鮮，性價比超高。記得 book 埋呢度啦〜